为了要减轻饲囝负担，提升生育率，这中华县推出全台湾头一张冬眠卡。讲到这张卡呢，内面有1万块的点数，会当去指定的店家买这幼囡仔的相关用品。妇女团体表示讲，虽望这冬眠卡会当减少开销，不过这生育率低，除了是个人的选择以外，和家事分工、职业妇女的就业环境也有真大关系。中华县政府办记者会宣布，全台湾头一张冬眠卡正式启用。只要是2022年到2024年伫中华出世的囡仔，而且爸母其中一人的户口设伫中华满1年，得当领到1万块的点数，用伫买囡仔食物加相关用品。我们呢，这个核完卡之后呢，就会储值到1万块钱，让你到我们在地的店家，希望透过这样第一个造福协助更多青年爸爸妈妈。在养儿育女的部分更省钱，第二个部分的话，也能够促进我们在地的一个这个经济。中华县府表示，目前县内26个乡镇市拢有地约商店，计共有123间，数量佫会增加。毋过有家长甲妇女团体认为，除了生活所费，其实家事的分工、职业妇女的就业环境，嘛拢会影响生囝意愿。伫厝的饲囡仔，阮也想讲会使找一寡工课来做。毋过即摆企业可能对阮即摆育龄妇女，因拢要求想要爱正职的，所以阮也想要做工课，像一寡可能较早的早餐店遐的工课尔。主要是彰化市在地的妇女有45%非劳动力的这个部分呢，她无法回到重返职场的原因，是因为她是照顾者，18%是她需要照顾她的幼小的儿女，那28%左右的话，她是需要去照顾长者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在于它的时间的弹性跟它的灵活度，其实是需要有配套的措施。妇女团体表示，冬眠卡对饲囝的开销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是嘛要关心妇女伫找工课这块会拄到困难。若是妇女二度就业的配套措施有健全，相信对生育率也有帮助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